各位聽眾，早晨、下午、晚上，依家為大家報道幾則國際新聞。首先，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嘅貿易關係有新動向，白宮宣布將會豁免加拿大同墨西哥進口汽車嘅關稅1個月。呢項措施喺對鄰國徵收重稅嘅1日之後生效。早喺3月5號，喺華盛頓州布萊恩嘅和平暗門歷史州立公園已經影到美加邊境嘅標誌。另一方面，加拿大政府更新咗國民前往美國嘅旅遊建議，提醒計劃去美國嘅國民，如果逗留超過30日，需要進行登記。好，以下係一段約莫90秒嘅粵語新聞稿。各位聽眾，早晨、晏晝、夜晚好。今日同大家講下 Apple TV 發科幻劇集《異星災變》Severance 第2季嘅最新消息。尋晚《異星災變》第2季大結局正式推出，相信唔少觀眾都已經睇咗，對於劇情發展亦都有唔少討論。首先，簡單回顧下第2季嘅主要情節。劇中主角 Mark Scout 繼續探索 Lumen Industries 嘅秘密，同時嘗試平衡佢分割嘅工作同埋私人生活。新角色嘅加入，令到劇情更加複雜，亦都揭露出更多關於分割手術嘅黑暗真相。至於大家最關心嘅第3季，目前 Apple 官方尚未正式公布播出日期，不過據可靠消息透露，製作團隊已經開始投入前期準備工作。由於第2季製作過程遇到唔少挑戰，包括劇本修改同埋演員檔期問題，預計第3季嘅製作時間會比較長。根據現有嘅資訊，第3季將會進一步深入探索 Lumen Industries 嘅內部運作，同時解答第2季留下嘅種種謎團。劇情方面，預計會更多關注主角們嘅個人成長同埋佢哋之間嘅關係變化。對於中意呢套劇嘅觀眾嚟講，可能要耐心等候一段時間，先可以睇到第3季嘅播出。我哋會繼續密切關注相關消息，隨時為大家報道最新進展。多謝收聽。好，以下係約90秒嘅粵語廣告，目標對象係對時事有興趣嘅通勤者同司機，語氣專業、客觀中立，數字會用中文表達。各位聽眾，早上好，依家為大家報道一則體育新聞。加拿大運動員 Evan Dunphy 喺上個夏季巴黎奧運歡路頭角，尋日喺斯洛伐克嘅杜丁斯卡50公里競走比賽度打破咗男子35公里競走嘅世界紀錄。Dunphy 喺世界田徑競走巡迴賽金級賽事嘅男子35公里項目入面創下新嘅世界紀錄，佢嘅成績比起舊紀錄快咗7秒。呢場賽事同樣喺斯洛伐克嘅杜丁斯卡舉行。加拿大體育界對Dunphy嘅表現表示祝賀，認為佢嘅成就再次證明咗加拿大運動員嘅實力。以上就係體育新聞嘅報道，多謝收聽。各位聽眾，早安，今日我哋嚟睇睇加拿大嘅線上博彩業近況。首先，薩斯費切溫省印第安博彩管理局表示，佢哋嘅網站 Plano.com 喺舊年12月底已經有8015個註冊用戶。另一方面，安大略省居民喺線上博彩平台嘅消費力亦都唔弱。自從合法化以嚟，線上博彩業喺第2個財政年度已經產生咗22億加元嘅收入。不過，針對線上博彩平台嘅營銷手法，社會上都有唔同嘅聲音。有人認為應該限制甚至全面禁止呢類平台嘅廣告宣傳，避免市民過度沉迷賭博。以上就係今日嘅簡要新聞，多謝收聽。多倫多警方拘捕咗一個14歲嘅男仔，佢涉嫌同舊年6月一宗槍擊案有關。嗰單案搞出人命，有一個男人死咗。另外，多倫多星期5晚發生槍擊案，2個後生仔中槍，警方話可能仲有第3個受害者。呢件事發生喺夜晚大概10點40分，地點喺 Johns Avenue 同 Strathcona Avenue 附近。警方喺社交媒體發佈咗消息。阿伯達省醫療服務機構前行政總裁 Athena Mansalopoulos 入稟法院，一份11頁嘅文件喺星期4提交。佢指控阿伯達省衛生廳長同埋 ISA 脫做關於佢嘅故事，話呢啲描述完全冇根據，徹頭徹尾虛構、惡意，而且充滿不誠實指控。Mansalopoulos 形容呢啲指控係具傷害性、貶低性，而且損害名譽，對佢個人同專業聲譽造成嚴重損害。文件亦指出 ，Mansalopoulos 認為呢啲指控係為咗掩蓋 IS 內部嘅問題，同埋轉移公眾對衛生廳長嘅批評。事件持續發酵，各界關注省政府同醫療機構之間嘅關係，以及對阿伯達省醫療系統嘅潛在影響。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今日喺官邸同共創明天計劃第3屆嘅合作夥伴委員會同埋大約200名參與計劃嘅各界人士聚首一堂。陳國基話，第3期計劃已經招收咗大約4000名學員，從得到大約380間企業同機構支持，包括提名足夠數量嘅友師，為計劃籌到大約1860萬蚊捐款，提供多項團體活動、研學團、多元學習機會、實習計劃等等。遊街實現今日起推出年度重點項目遊街焦點，有3個全新展覽，藝術家頭福亮、許芳華同埋黃浩然將遊街玻璃屋同遊街倉庫變成唔同嘅藝術空間。長和計劃賣巴拿馬港口俾美國財團，惹嚟唔少批評，話佢哋冇顧及國家利益。全國人大常委李慧喺有線新聞節目入面話，政治同經濟係密不可分嘅，唔可以淨係用商業利益嚟睇。佢認為企業應該喺能力範圍之內，盡量幫助國家發展，而且要考慮國家嘅實際需要，先至做最後嘅商業決定。英國樂隊 Coldplay 下個月喺啟德體育園開演唱會，但係有啲買咗飛嘅觀眾收到 Cityline 同曲通知，話飛上面啲資料有問題，要喺演唱會前2個禮拜親身去香港7個指定地點換新飛，搞到唔少大陸觀眾好唔滿意。消委會今日回覆，截至夜晚7點，收到17宗關於 Coldplay 演唱會要換飛嘅投訴。Cityline 喺佢哋個網站度道歉，話而家安排緊啲買咗飛嘅人換新版飛。依家為大家報道天氣消息，氣溫2.2度，大致多雲，氣壓100.4千扎，濕度66%，吹西北偏北風，風速43公里，陣風最高52公里，空氣質素指數3，目前未有天氣警告生效。今日下午有機會落雪或者落雨，氣溫會跌到零下2度，西北風30公里，陣風50公里，風寒效應，體感溫度零下8度，紫外線指數3，中等。預料今日嘅天氣大概係咁。各位聽眾，多謝收聽，祝你有個愉快嘅一日。